愛江山更愛美人，有幾多江湖梟雄寧願孤單呢？前澳門教父崩牙駒亦係個性情男兒，從江湖一路走嚟，留低數段風流故事。從葡萄牙火辣亂舞到混血高官千金，從酒店公關到亞洲小姐，從 TVB 當紅花旦到神秘美女賢內助，江湖路遠，兒女情長。本期再度走近崩牙駒，細數澳門教父喺江湖路上嘅舊愛新歡。崩牙駒係澳門少年尹國駒嘅愛好，因為喺街上同人飆車，甩咗兩個門牙，大家都打趣叫佢崩牙駒。崩牙駒屋企住喺澳門青草街嘅一棟細屋入面，父母一個係火柴廠工人，一個係自來水廠工人，屋企好窮，細路多，過得好清寒。崩牙駒係屋企老大，自幼頑皮好強，出門就係個細路王，唔好好學習，就中意同古惑仔群埋一齊。打打殺殺嘅日子入面，崩牙駒認識咗一個名叫 Lorna 嘅葡萄牙模特。Lorna 又後生又靚，身材火辣，喺舞池中獨領風騷，啲公子老闆爭相追逐。Lorna 對佢哋一啲都唔感冒，偏偏對崩牙駒情有獨鍾。嗰時嘅崩牙駒年輕氣盛，血氣方剛，個子唔高，但豪氣干雲，一無所有，感覺世界就喺腳下，未來就喺手上。經唔住崩牙駒猛烈嘅追求， Lorna 好快就淪陷，覺得崩牙駒就係自己嘅真命天子，嗰個駕住七彩祥雲而嚟嘅蓋世英雄。崩牙駒帶 Lorna 返屋企見咗母親，冇幾耐兩人就結咗婚。Lorna 生咗一個仔，但日子耐咗，兩人並唔幸福。時間將熱戀嘅激情磨得千瘡百孔。正處於上升期嘅崩牙駒雄心勃勃，個腦綁喺褲腰帶上，成日唔着家，每次返嚟都有帶血嘅驚恐。Lorna 冇獲得希望嘅幸福，身在異國越發孤單，每日面對住淨係識得傻笑嘅細路，對佢嚟講更係難以忍受嘅煎熬。終於有一日， Lorna 向崩牙駒提出分手，將細路留俾崩牙駒嘅母親，兩人一別兩寬。感情唔順，江湖上可謂春風得意。亦喺呢個時候，崩牙駒遇見咗第二任妻子建安娜。建安娜係一名中葡混血兒，澳葡治安廳高官嘅千金。彼時崩牙駒已經成長為幫派中層，但長期受困於爾虞我詐嘅江湖糾紛，每年有超過一半嘅時間都喺同法庭、監獄打交道。先係被水房大佬肥仔坤請君入甕，接住同14K 大佬摩頂平勾心鬥角，但每次都可以絕處逢生。建安娜經常聽父親講起呢個唔聽話嘅江湖人，對意志堅強、從唔服輸嘅崩牙駒從好奇逐漸產生好感。兩人開始約會，餐廳舞廳眾人對崩牙駒不恭不敬，建安娜一臉愛慕，聽崩牙駒暢談江湖，指點江山。完咗之後，睇住呢個桀驁不馴嘅梟雄，好似細路一樣咁瞓着咗。兩人關係越嚟越緊密，情到濃處，攜手走進婚姻殿堂。婚後，建安娜生咗兩個仔一個女，兩人過得算比較幸福。崩牙駒喺外面風光叱咤，建安娜喺屋企煮飯教子，道亦相得益彰。直到崩牙駒邂逅咗一名酒店公關，佢叫葉嘉儀，日後成咗崩牙駒嘅第三任妻子。邁入1990年以後，將摩頂平挑落馬下嘅崩牙駒坐上咗濠江14K 老大嘅位置，開啟咗一段春風得意嘅江湖旅程。崩牙駒逐漸將最賺錢嘅搭馬生意收入囊中，一日輕鬆進賬200幾萬。澳門三島到處都係崩牙駒嘅馬仔小弟，同街市委、水房賴並稱三大教父。而最具戰鬥力嘅崩牙駒喺三大教父中間實力最強，風光背後亦係血腥驚魂。江湖上危機潛伏，恩怨情仇盤根錯節，總有人想取而代之。崩牙駒經常忙完之後去一醉方休，亦就喺呢度遇見咗酒店公關葉嘉儀。葉嘉儀唔算靚，但有住年輕女性特有嘅苗條風韻，嘴甜，雙眼含情脈脈，令人感覺特別舒服。講嘢總能點到崩牙駒個心入面。被江湖事搞到暴跳如雷嘅崩牙駒，葉姑娘三言兩語就能夠令佢釋然。葉嘉儀俾咗建安娜俾唔到嘅嘢，崩牙駒開始抽更多嘅時間揾葉嘉儀。每次見面會心一笑，你明我明。毫無意外咁，
崩牙駒同葉嘉儀突破咗感情底線，一直蒙在鼓內嘅建安娜發現後變得狂躁起嚟。建安娜一直鬧個不停，崩牙駒再解釋亦都冇用，終於崩牙駒同建安娜嘅婚姻走到盡頭。一日，建安娜捲走崩牙駒嘅3000萬現金，冇留低一句話。聰明嘅葉嘉儀則從建安娜身上學到好多嘢，並喺崩牙駒愛上亞洲小姐楊愛貞呢件事上處理得好有風度同技巧。1994年，18歲嘅楊愛貞參選亞洲小姐，遺憾冇入前3，不過楊愛貞卻因此被星探發掘，進入咗演藝圈，拍咗2部有色電影。楊愛貞皮膚白淨細膩，五官精緻玲瓏，眉眼秋波流轉，身材婀娜窈窕，滿滿嘅青春氣息就要溢出嚟。2年後嘅一次酒會上，崩牙駒同楊愛貞意外邂逅，比崩牙駒細20歲嘅楊愛貞就好似一隻活潑嘅小鹿，闖入咗崩牙駒嘅心田。楊愛貞好享受崩牙駒嘅寵愛，崩牙駒最深楊愛貞嘅可愛，兩人經常出雙入對，梟雄美女登對，羨煞旁人。外界以為葉嘉儀要打返個醋壇，冇諗到葉嘉儀並冇俾楊愛貞着小鞋，而係敞開胸懷接納咗楊愛貞，喺崩牙駒身邊過起兒女共侍一夫嘅生活。彼時崩牙駒喺江湖打殺中贏咗幾場漂亮嘅大仗，將宿命敵手水房賴趕跑到加拿大。曾經嘅頂頭上司佳士偉嚇到成日匿埋起身，就連賭王何鴻燊都要讓崩牙駒避色。雄霸江湖嘅崩牙駒意氣風發，接受紐約時報採訪，以澳門教父之姿出現喺世界面前，花重金請香港4大天王辦演唱會，一時風光無兩。嗰時崩牙駒仲睇上咗 TVB 當紅花旦郭可盈。郭可盈身高1.7米，體重44公斤，天使面孔，魔鬼身材，出身富家，教養良好，既係 model 又係演員。出道冇幾耐就同蔡少芬、孫軒、陳慧珊並稱 TVB 4大花旦。崩牙駒對郭可盈一見傾心，然而郭可盈早已心有所屬，戀上 TVB 男星林文龍。崩牙駒免得奪人所愛，同郭可盈保持住友情關係，仲盛情邀請郭可盈出演自己嘅自傳電影《駒哥傳》。《駒哥傳》又名《濠江風雲》，由崩牙駒個人出資1400萬港元拍攝，任達華、方中信、郭可盈主演。片中所用人物好多都係崩牙駒手下嘅小弟馬仔。為咗拍其中一場戲，崩牙駒仲派人徵用咗澳門一座大橋。據稱崩牙駒拍《駒哥傳》係要氹楊愛貞開心，順便喺郭可盈面前炫耀一把，冇諗到最後竟然砸親自己隻腳。《濠江風雲》拍完後被港澳兩地封殺，阿 Sir 甚至將其中情節作為日後揸捕崩牙駒嘅呈堂證供。1998年5月，崩牙駒翻船，團伙一網打盡，被判入獄13年10個月，手下作鳥獸散。葉嘉儀、楊愛貞兩姊妹亦備受煎熬，睇住崩牙駒回天無望，係繼續苦等定係了斷恩怨？葉嘉儀、楊愛貞每日以淚洗面，以後嘅路點走？葉嘉儀決定聽崩牙駒嘅。鐵窗之內嘅崩牙駒脾氣暴躁，葉嘉儀平靜咁話俾崩牙駒知，自己會同楊愛貞一齊等佢出嚟。然而楊愛貞終究捱唔過時間，提前收拾行李離開。等到崩牙駒走出鐵窗，已經係14年後。2013年初，崩牙駒為葉嘉儀喺漁人碼頭舉辦咗一場盛大嘅生日會，動情咁講：呢個女人喺我最艱難時對我仍不離不棄，今日我要將最好嘅嘢送俾佢作為補償。唱生日歌，親手切蛋糕，完咗之後仲對葉嘉儀獻上深情一吻。然而崩牙駒注定唔願過平靜嘅生活，痴心守候嘅葉嘉儀並唔係崩牙駒可以喺商場上劈波斬浪嘅中意伴侶。重出江湖之日，世界早已翻篇。崩牙駒決心喺商場東山再起，開貴賓會，做貿易公司，成立鴻門協會，進上市公司。幾年間，崩牙駒奔走海內外，馬不停蹄。亦喺呢個期間識咗一位聰明強幹嘅女人，佢叫徐小雪，又名徐冉冉，內地人，中意着超短牛仔褲。一雙纖淨嘅大長腿好吸引人嘅眼球。徐小雪係同崩牙駒有關嘅幾間投資公司嘅法人，經常陪崩牙駒出現喺各種場合，身邊人常以區嫂相稱，兩人形影相隨，頗為合拍。
有網友晒出崩牙區母親86歲壽宴嘅現場視頻，視頻中徐小雪企喺崩牙區身邊，懷中抱住一個細路，笑得好開心。